如果我唔想生 BB，可以點避孕啊？衛生署家庭健康服務轄下嘅母嬰健康院提供家庭計劃服務，婦女可以先了解唔同避孕方法嘅優劣之處同埋特點，然後根據自己嘅體質選擇合適嘅避孕方法同埋正確咁使用。母嬰健康院提供嘅避孕方法包括男性避孕套、口服避孕丸、注射荷爾蒙避孕針、子宮環、殺精劑同緊急避孕法。男性避孕套除咗避孕功能之外，亦可以有效減低性接觸傳播疾病嘅感染機會，包括愛滋病。避孕丸、避孕針同子宮環嘅避孕功效會比避孕套高。如果想知多啲有關避孕丸、避孕針同子宮環嘅資料，可以選擇收聽相關嘅問題。除咗你頭先講嘅避孕方法，我可唔可以用殺精劑？殺精劑嘅作用係消滅精子。殺精劑有多種形式，例如薄膜同生劑，避孕功效比避孕丸、避孕針同子宮環低。大多數殺精劑含有化學物質 nonylphenol 人苯純米酒。如果經常使用，可能會增加感染愛滋病病毒嘅風險。乜嘢係緊急避孕法啊？緊急避孕法係喺發生性行為之後採取嘅避孕措施，所以亦都叫事後避孕。緊急避孕法包括服食緊急避孕丸同埋帶銅質嘅子宮環，可以有效咁幫助大部分婦女防止意外懷孕，而且喺事後越快使用，效果越好。緊急避孕適用於以下嘅情況：喺性交嘅時候，男女雙方都冇採用任何有效嘅避孕措施，或性交後先發現用嘅避孕方法唔夠可靠，包括避孕套穿漏、破損或鬆脱、漏咗食避孕丸、子宮環鬆脱或脱落等。如果我決定唔再生 BB， 要考慮啲乜嘢呢？如果你已經有仔女，而配偶亦同意唔再生 BB， 你就可以考慮做絕育手術。但喺決定做絕育手術前，你同你嘅配偶應該仔細考慮若干因素，包括你嘅子女數目、佢哋嘅健康狀況、你哋嘅婚姻關係，同埋了解其他可行嘅避孕方法。如果我決定要做絕育手術，可以去邊度做呢？醫院管理局轄下提供婦科專科服務嘅醫院都會提供女性絕育手術。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同埋部分設有外科專科服務嘅醫院會提供男性絕育手術服務。家庭醫生、家庭醫學診所或母嬰健康院都可提供轉介。你亦都可以向私家婦科醫生查詢。